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现在这是来练今仔日要念的圣诗，请咱掀开新圣诗274首，274首。今日是主设立最圣。第1节、第2节，拢来念一遍吼。第1节跟第2节。第2首是492首，主当我有快乐的时。第1节跟第2节，来。主当我有快乐的时，我被罪里解救，我心中我欢喜的心，给我罗里我天，我莫被担心了世间，这来脱离的家，我爱你了乱叫的心，这要为你来行。拢真熟的诗歌吼，拢真熟，真好听。咱最后一首、第3首嘛是来念一遍啦吼。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天宽上边的家相信，无路生命的手边，主要流传的老万岁。好，以上，请咱备办心来准备敬拜赞美。请咱大家起立，请甲厝边记着讲，愿你平安。好，请咱大家赶快用欢喜的心哈来吟神圣诗来敬拜赞美。这首是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咱要吟第1节到第4节。救主耶稣，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把心靠你尊名，深深的靠家。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负，恳求你收赎。我是平安我的家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天的苦巴路。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负，恳求你收赎。
困求你救赎。哈利路亚。谢主，赞美主，相信主是蛮有能力，相信主，主咱满有平安，满有恩望，所以咱来感谢主，来学咱主。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得胜有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得胜有力。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荣耀尊荣归给我们全能的主，哈利路亚，请坐。阿门。罗马书第15章12节有提到，上帝的话这么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新的一年，期望主给我们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
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眼里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理想，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眼里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眼里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灵眼里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请咱同心三个来祈祷。荣耀的主，荣耀的君王，我要欢喜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阿拉主你，对关山到海洋，对天顶到地下，拢要合一来敬拜阿拉主你，因为主你有大权能，主你有大能力。因为伫主你的内面满有能力，满有平安，满有恩望，怎我要单单来敬拜你？因为你就是阮所敬拜的唯一的上帝。愿你的灵、甲圣神，以及甲你的荣耀，拢来充满伫阮泸州教会，充满伫阮众兄弟姊妹当中。恳求主你伫这个新的一年，互阮会当看见新的异象。以及新的方向，互阮会当按照所插的标来继续来跑走，来向前来做主你国度的事工。愿主你来加添阮能力，加添阮智慧啊，加添阮信心。哦，哈利路亚！愿阿拉敬拜，阮互你欢喜，
安尼感谢基督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叫，阿门。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即点，咱来用吟诗来学到上帝。圣诗第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请兄弟起立吟全首。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只想要宝贝上帝，愿感谢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万物拢充满着你的恩典。愿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贺乐。求主帮助阮日日心志，搁较侪来跟对你，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保守阮的心。互主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将一生的主权拢交伫你的手中。感谢主的恩典甲看顾，互阮伫疫情甲各项的艰难中保守阮安然度过。也感谢主的救赎甲赦免，赏赐圣神甲阮支持，时时帮助阮、扶持阮、医治阮，互阮着个变做刚强，互信仰个变做富有，互阮的灵魂体拢会使丰盛勇行。感谢主，伫顶礼拜，原已经有选出阮世教150周年庆典活动的 logo， 这要诚做一个得胜的记号，互阮对教会出发，将上帝国的福音传到泸州的每一个角落，互更较侪人来得到即份救赎的恩典。阮来将教会所有的事工拢交托伫主的手内，求主来引带阮，带领阮一步一步顺利来完成所计划的各项的事工。我们特别为着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大地震来祈祷，求主施阮怜悯土耳其甲叙利亚的百姓，医治保护这灾民，安慰失去家园甲至亲的受害者因忧伤的心灵。求主保守救援的工作，甲第一线救援的人员的平安，嘛帮助因的政府会当有果效来完成整体救援甲重建的工作。愿主的救恩大大施阮人口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今仔日是淡江中学的募款主日，求主看顾保守，礼拜堂的整修甲维护才顺利来完成，也互校园的福音的事工有大大的果效，诚做传福音祝福人的管道。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得到上大的荣耀，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灵命得到把助。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说下咱的启应文29，诗篇119篇，启应文29，诗篇119篇。现场我来替请下这来印，行为无通指责。坐下，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坐下，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喙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依赖你的律法，我实在真依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煞者是圣歌队献诗，圣歌队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我的心立着乌老主。
遮咱做伙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14章第8节到16节。创世纪14章第8节到16节。对迄条索多玛王、俄摩拉王、阿玛王、西偏王、比勒王，比勒就是索尼，拢出来，伫西定的山谷排阵，甲因交战。就是甲伊兰王击败罗马，高印王提达，西那王暗纳菲，伊拉撒王亚略交战。4个王对峙5个王，这啲山谷拢是石油区。索多玛、俄摩拉遮个王逃走，活伫遐，其余个走上山。因就将索多玛、俄摩拉的财物，以及因的干粮，拢抢做引去。佮将阿伯兰、伫罗德，甲伊的财物抢去。迄时罗德住伫索多玛，有一个逃走的人来甲迄边来人阿伯兰讲。迄时阿伯兰徛起伫阿摩利人万利的乡丘迄所在。万利甲伊西谷甲阿乃拢是兄弟，有甲阿伯兰联名。阿伯兰听见伊的弟互人掠去，就带生友伫伊的家里真练的壮丁318人，对入到达。伊甲伊的奴仆透明分队攻击因，对到大马士倒平的河坝。将一切的财物抢倒转，连伊的弟迪拉罗迪，甲伊的财物以及妇女变士，也拢抢倒转以上。这是请兄弟起立，咱坐2十届。第1届，我因上帝；第2届，我为了家己条件以上；第3届，我人上信仰我以上帝；第4届，俺你属正式；第5届，靠近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届，害死人；第7届，行命甘义；第8届，行跑体；第9届。行做个代志，行行伊的厝边。第10届，行行心。兄弟请坐。即只咱要来请熊牧师来进道，伊今日要讨办的题目是抢救青年大作战。抢救青年大作战，来请熊牧师。所敬爱陈牧师。李牧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教会好意的安排，互我会当来代表淡江中学伫遮来甲咱来请安报告。也真欢喜看到咱中间也有咱的校友吼，伫遮嘛，多谢各位对学校的关心甲支持。真欢喜会当伫遮嘛，甲咱来做礼拜。咱要来领受上帝话语，进前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伫台湾的疫情也已经渐渐得到控制，阮阁会当伫你的面前欢喜来敬拜。主，阮感谢你，主，阮也为着即个世界发生侪项的代志，特别是伫土耳其、叙利亚的地动，阮也伫遐来为因来关心、祈祷，也求你伫阮的性命中间。主你来继续来引带来保守，阮也要伫你的面前，阮来领受你的福气，你的话语，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也诚侪阮的活命，诚侪阮的友情，阮的提醒，阮安尼祈祷是包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今仔日咱所读即个创世纪15章即段圣经节。是记载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战争，叫做4个王甲5个王的战争。嘛有一寡历史学家甲称作即个第一遍
即个古早第一遍的世界大战。当然咱即马对世界了解是全球化，但是咱爱知影伫即个差不多4、5千年进前，伫迄个所在虽然是一个真区域的一个战争，其实嘛是已经影响到真侪人所以伫即个圣经也有即款的记载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事件。咱会当来对照即个地图咱有讲有4个王甲5个王4个王就是正面即个地区咱圣经甲叫做伊兰王带头的即个4个王，然后因的所在就是伫即摆伊拉克的东边科威特，搁即个伊朗的西边即个所在。其实即个所在嘛是即个中东文明上早发生的所在叫做两河流域咱若有读过历史小可有一个印象，也是叫做即个肥沃月湾即个是真早就有文明伫迄个所在，嘛是人口伫遐发展较紧的所在所以因迄个所在的国家的即个气力较强。然后过来即个肥沃月湾的西边，一直要到埃及，就是即个考起来的所在就是即摆以色列约旦就是用即个死海做中心的即个地区其实这是一个小可地区，人口无遐尔济，大部分拢是游牧民族，气力无遐大但是因伫遐在生活当然因会受到东边的即个拄仔讲的即个4个王的影响，嘛会受到埃及的影响即个自古早来拢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即马4个王要来拍即5个王毋管因的理由是啥物就亲像俄罗斯要拍乌克兰毋管伊的理由是啥物伊要拍就是要拍。咱嘛知人类历史拢常常有战争战争的目的真简单，就是资源的得到所以有人要侵略，有人要保护伊的资源被侵略当然嘛有人要中立尽量莫去受到即个战火来影响着所以伫即个圣经咱看到即个4个王安尼一路安尼声势真大势如破竹嘛无人会当挡因的调所以因就等于讲安尼即个席卷整个即个即个肥沃月湾的西边即马即个以色列约旦即个所在其实咱嘛知西瓜挖大饼因路可能嘛有人要加入所以因的声势就愈大因为加入因就会当得到战利品。咱圣经是特别咱看到即个亚伯拉罕本来伊是伫较西边、较西南边迄个所在就是即个咱讲迄个南地也是讲即个较袂去受到影响的所在，因为伊无踮伫迄个主要的道路，所以但是伊竟然嘛主动参与是安怎？咱知就是因为伊的弟仔罗德伫迄内底伫迄个时阵踮伫索多玛，索多玛嘛参与战争所以因失败所以因的遮个财物甚至人去用掠去，掠遮个人要创啥物？咱知就是甘袂做奴隶战败国家的百姓，若毋是去用杀，就是互人卖做奴隶奴隶嘛有价值，所以即个亚伯拉罕为着要救伊的弟仔所以伊就将厝内遮个壮丁甲调集然后要去甲伊的弟仔救回来。当然，遮个人毋是即个正规部队啦，毋是遮个平常时就咧烧战的遮个人但是因嘛是竟然甲即个4个王甲因拍败当然可能嘛有伊的战术就亲像即个基甸咱读的故事用奇袭的方式检测即个4个王，因想讲应该无其他的威胁所以因就开始伫遐咧庆功就放轻松即个阿伯兰即个时阵还袂改名啦，所以伊原叫做阿伯兰罕，伊原叫做阿伯兰所以阿伯兰伊就会当将伊的弟仔罗德救回来，搁得到真济的战利品，这就是今仔日咱即段所读的圣经节所记载的。当伊转来了后，即个有即个撒冷王来迎接伊
伫即个新约的希伯来书就讲，即个撒冷王就仪表即个耶稣基督。毋管怎样吼，咱即段嘛诚做即个教会咱11奉献吼，即个原因吼，上早的起头吼，一个根据但是今仔日咱要将即个焦点放伫即个亚伯拉罕甲罗德因的关系的顶面吼，这是即个一个国家为即个亚伯拉罕转来即个撒冷王来赢之意吼，亚伯拉罕就将1/10的赠礼品交互即个撒冷王来奉献吼，要奉献就敢若献互上帝其他伊就拢无摕吼，所以伫遮有2项的意义吼，头一项伊尊重上帝，伊相信上帝的应允，并且上帝要搁较济赐福互伊吼，因为伫12章就安尼讲。过来，伊即个参加战争是为着要救罗德，毋是要为着一般人吼，迄个想着即个赠礼品。其实咱知12章创世纪12章的时阵即个上帝将即个亚伯拉罕来调出来，对哈兰出来，嘛互伊应允，讲互伊要诚做大国，要有真济子孙，甲你祝福的，我嘛要甲祝福。亚伯拉罕嘛相信，嘛安尼离开，甲伊最近离开，阁有伊的侄仔罗德，即咱知影即个故事。虽然迄个时阵有讲亚伯拉罕75岁，无讲罗德几岁，但是罗德是算是伊的晚辈，伊的哥哥的囡仔，一定比伊搁较少年，一定是身份搁较无亲像罗德安尼不管怎样。后来因着财物着愈来愈济吼，咱来继续看13章吼，包括即个亚伯兰伫埃及的造物吼，虽然毋是真光彩吼，但是上帝嘛透过即个法老王互伊得到真侪的财物。所以后来因着分开亚伯拉罕就甲罗德讲：你若要去倒一边，我就为另外迄边吼，因为因安尼较袂相争吼。即个罗德伊就看到即个索多玛，俄摩拉迄个所在真闹热，阁有真侪水草，伊就渐渐煞过去。照你讲，因已经分开吼，亚伯拉罕甲伊无关系但是亚伯拉罕竟然冒着伊的危险，伊若战败，伊的所有的拢无去冒着即个危险，财产的危险、性命的危险，要去加入即个战争。所以咱会当看到亚伯拉罕对伫即个少年人，即个侄仔罗德有真大即个情分嘛要即个用真大的即个危险要来去甲伊解决。伫遮会当互咱几项的提醒其实咱会当看到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社会。遮青年也是青少年人，嘛是需要咱来去甲因抢救。是安怎讲呢？咱嘛看到真侪父母在失去因的囝子，因为咱看到即马囡仔真侪诱惑手机、电脑网络流行文化真侪有时阵咱嘛毋知影咱的囡仔在想啥物有时阵是毋是课业的关系也是讲因的人际关系，也互因的情绪有真大的变化若无细致检查迄个冲突搁较大。过来，真侪教会嘛在失去因的青年，真侪教会，我毋知咱的教会的情形是安怎。有时阵咱若讲要聚会，即个学生囡仔因就讲要去学才艺，要去补习，甚至即个少年的父母也要带因的囡仔去露营，讲安尼较有亲子关系，所以少年人伫教会就愈来愈少。咱嘛看到咱的社会，已经将咱的即个少年人当做是一种消费主要的来源。安怎讲？咱敢会感觉到即马要饲囡仔爱开足侪钱我会记哩，阮细汉的时阵，咱细汉的时阵，敢若无需要开啥物爸母啥物钱，所以以前会当饲几个拢无要紧，4、5个拢无要紧。即马要饲1个、饲2个，就敢若皮喘。因为咱的社会
将遮个囡仔当做一个消费主要的来源，所以咱的社会嘛渐渐在失去咱的后一代。所以咱若是要来抢救遮个青年少年，咱嘛爱来了解遮个少年因在想啥物。头一项因的特质就是对伫新的物件真容易有兴趣。所以毋管是手机、网络因电脑因摕伫手，真紧因就会当耍甲足欢喜的真侪功能咱拢袂晓，咱一般人摕手机干若敲电话、干若联络翕相安尼若定，但是因内面有真侪 app，咱拢毋知影在创啥物。因对伫即个流行文化、即个音乐、即个动漫，你看即个动漫展，大部分拢是即个少年人去，我的囡仔嘛去，我佫互伊一笔钱买介意物件，因为逐个拢安尼，所以因对伫新的物件真容易有兴趣，所以伫遮嘛，互咱一个反家己来想啦吼，检测咱有一工也是咱家己已经对伫遮个新的物件无啥物兴趣的时阵，安尼就是提醒讲咱已经无少年啦，无遐尔少年啦。其实咱应该爱定定嘛是爱有迄个学习新的物件的迄个态度，互咱会当保持少年的心。简单来讲啦，咱嘛毋通拢将家己毋甘开、毋甘用，拢互少年的去开去用，安尼嘛无啥公平，对无？对家己嘛爱较好一寡。第二项，少年的少年人因的心理较敏感，因的情绪起伏嘛较大。是安怎？因为因的大脑还佫在发展，所以困眠真重要。困眠，我常常甲遮个少年人讲，困眠第一，运动第二，营养第三，这拢是真重要。若课业品格，当然这嘛是真重要，但是上重要是即三项，因为因的头脑在发展的中间。所以特别伫高中生即个阶段，因你会感觉讲因敢若较容易迄个有情绪起来，也是讲一寡小可代志，咱感觉小可代志，但是对因来讲就是敢若真大项的代志。咱嘛爱甲因体谅啦也是讲爱有互因一寡时间、空间。我讲的空间就是讲，比如讲，若是你甲伊冤家、万一你毋通叫伊出去，是咱爱出去。你若叫伊出去，伊毋知拄着啥物，你嘛是爱佫等甲伊转来，你才会放心。你出去了，你佫会当散步，佫会当运动。所以空间就是厝内空间所以有时有个人嘛会想讲，既然少年人心理敏感、情绪起伏较大，我嘛是安尼呢，也是讲你边仔的人嘛是安尼呢。伊毋是伊少年，是已经退化，退化也是讲未大人，未转过去。这嘛有咱一个提醒。不过我嘛是反省啦，我若是开车的时阵，我嘛是安尼。开车嘛会较容易激动。后来才发现真侪人嘛是安尼求上帝怜悯保守咱开车的时拢爱较注意一下。过来，少年人，咱会拢掠准讲因需要朋友，看朋友真重，因需要同伴。其实佫较重要是因伫朋友伫同伴中间，因会当得到鼓励，得到肯定，得到肯定。所以因爱甲朋友斗阵，因为朋友袂甲伊啰嗦，朋友袂甲伊用大人的想法在甲伊提醒，敢若无爱互伊做啥物，反倒当朋友会做伊的胆，所以伊就爱甲朋友甲同伴来斗阵。即个时阵，咱拄仔读的即个创世纪，必然甲罗定，其实罗定嘛是一个真典型的少年人，伊的心理甲少年人共款，伊看到即个索多玛即个所在遮尔闹热，有真侪神奇的物件，甲伊伫过羊过牛在放牧的时阵，迄个旷野草原，迄个感觉无共款，所以因自然就哪大哪为即个索多玛遐刷过去。但是当然
伊却毋知影讲伫遐会拄着危险，真侪少年人嘛是安尼，因敢若去互眼前遮个物件去引着，但是因就是袂想着较济，这就是少年人另外一个容易想袂着遐尼济，眼光无遐尼深、遐尼远的所在。过来，少年人因需要有表现来建立自尊。即个时阵我要特别讲起着即个路加福音15章咱拢知即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也是讲即个主爱老爸的比喻。我要替即个细汉囝讲一了话，因为咱拢感觉讲伊是一个浪子，一个甲伊老爸的家产毁lui了，甚至做真无礼貌，也是讲真歹的代志，要分家产。其实对少年人来讲，伊常常是袂想遐济，伊的动机其实拢是真单纯，所以伊的老爸嘛袂，即老爸其实是真好的一个老爸，伊会替即个细汉囡仔去想，伊袂家己想做无好的迄个部分，因为若无好就是讲你是咧纠缠我死哦，你若出去你就莫转来，伊毋是安尼伊是真正听即个细汉囝，互伊有机会，真正互伊要去做一寡代志。即个细汉囝当然，伊伫即个哥哥爸爸真伟大的即个环境的大汉的下面，所以伊检采嘛有一寡受压抑，伊嘛想要有表现，就亲像即马即个哈利王子，伊一直要爆料，因为伊伫即个哥哥爸爸真伟大的即个情节下面，伊嘛是受压抑。路加福音即个故事，即个细汉囝，当然，因为伊即个经验无够，社会经验无够，所以当然伊的钱就去用骗走开了，其实无一定亲像即个大汉囝讲，伊去甲即个娼妓，甲即个无正经的查某人。甲钱开了去，无一定是亲像，这是大汉囝讲的。较重要的是，即个细汉囝，伊出去了，虽然伊走投无路，但是伊阁有一条路会当转来，就是伊的老爸的家，所以伊着醒悟，伊着反悔，伊着向伊的老爸的家来行。即个老爸嘛欢迎伊，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细汉囝虽然将钱开了，真无面子，搁去饲猪，但是伊本来是为着家己的自尊，但是伊即个时阵放下伊的自尊，伊甘愿转来做奴仆。即个老爸，老爸应该是真有尊严，但是伊嘛放下伊的自尊，所以伊会当接纳即个细汉囝。所以伫遮咱嘛会当看到，自尊伫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是真重要。特别是咱会当看到遮个青少年，因做真侪项代志，拢是需要要得到人对伊的看重，伊的自尊。但是一个成熟的人格，搁较重要，就是讲伊会当伫适当的时阵，为着正确的目的来放下伊的自尊。我搁讲一遍一个成熟的人格会当伫一个搁较正确的时阵，为着搁较重要的代志来放下伊的自尊，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自尊真重要，但是咱会当适当来放下咱的自尊，搁较重要。但是咧，即个男性甲女性对伫即个自尊的看重，也是迄个对待方式，搁无啥物共款。举例来讲，咱有时咱男性会开车嘛若是开车，常常有即款的故事开毋着路，边仔的人来讲，你敢若开毋着路，伊就搁较坚持要行伊的路。也是讲冤家的时阵，咱夫妇有时阵有即款的经验冤家的时阵，男性丈夫拢较袂主动要道歉，但是女性拢较会为着对方的感受，也是讲为着家庭较会主动去道歉，毋管伊是毋是真正毋对，这就是男性甲女性无共款。搁一个咧，
吼，伫教会通常是毋是女性较济，吼，男性较少，是安怎？因为咱要洗礼，咱爱认罪，吼，认罪。啊，男性平常时要叫伊道歉就较困难啦，吼，要叫伊认罪，敢有遐尼容易？吼，啊，有诶人回教会洗礼，啊，你爱佫跪落，啊，有诶佫痛哭流涕，啊，这对男性尊严是一个真大诶挑战。啊，所以伫教会男性会较少，甲伊诶自尊有关系。但是较重要是讲，但是若是一个男性被建立了后，吼，伊伫信仰徛在了后，吼，伊要刷顶当着真困难啊！吼，伊会一直坚持伫伊诶信仰伫教会事工诶内底。啊，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男性甲女性无共款诶特质，也愿上帝来使用咱无共款诶特质来建立咱诶教会。过来，少年人因需要的是典范，典范就是因会当去军队的一个对象。所以咱爱互少年人因一个适当的典范伫无共款的阶段。若是咱若无互伊一个典范，伊嘛会去家己找一个典范。即个典范是好是歹，就毋知啊。比如讲遮个乌道帮派即个东主，因拢有小弟，是安怎？遮个小弟就是将因当做典范。当然咱嘛知即个效果可能是无真好势。所以伫教会咱嘛会当有典范。安怎讲？咱的牧师嘛会当诚做大家的典范。咱的长职嘛会当诚做咱的会友、咱的青年的典范。当然即个咱最后嘛是将因引出来伫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诚做因的典范。这就是少年人因需要的典范。咱知影马街博士是咱教会开始会当开始的即个宣教师马街博士。咱教会是马街设立第3间的教会第1间淡水，第2间五国坑第3间就是咱教会咱教会即马嘛要准备即个150周年的纪念甲咱真恭喜咱是安怎马街伊会来台湾就是要对即个叫做宾威廉即个宣教师来讲起。马街真细汉的时阵，就听到宾威廉即个宣教师因为马街伊嘛是苏格兰人的移民的后代，即个宾威廉就是苏格兰人。然后即个宾威廉伊佫有一段时间，伊就是来到伫中国主要是厦门沿海迄个所在伫遐伫做宣教师。所以伫马街会当讲起伊至少10岁的时阵，伊就有即个心志，伊嘛想要来做宣教师，因为宾威廉就是伊的典范。所以经过若对10岁，马街来台湾是28岁，经过18年了后，马街真正就来到伫台湾。伊本来嘛是要去厦门啦，后来就煞来到伫台湾来到伫咱北部。才有咱教会，才有咱即摆北部的教会。所以宾威廉就是马街的典范。马街伫北部宣教到有一个程度，开始有一寡成果。所以即个伊伫即个1889年，就是伊来台湾的第7年的时阵，伊就伫即个宜兰的贡寮遐有要设立一个宾威廉纪念教会，真可惜，即马即个纪念教会已经无伫咧，但是咱嘛会当对遮来看出，即个宾威廉伫马街心目中，一直拢是遐尼值得伊来学习，诚做伊的典范。马街来到伫台湾了后，伊伫1880年，伊第一遍，伊转去伊的家乡加拿大，伫遐来做报告。嘛休假，然后伊就4过伫遐巡回伫遐咧甲教会讲伊伫台湾宣教的成果。
这是马街吼，少年的时阵拄来时，还佫喙手无法长。这是马街伫遐着影响一个人，叫做吴威廉。吴威廉迄个时阵才16岁若定。吴威廉迄个时阵嘛，因为马街的原因，伊嘛立志要来台湾，要来做宣教师，所以马街也成做即个吴威廉的典范。然后，佫经过12年了后，即个吴威廉伊完成伊的学业，嘛做老师一段时间，佫去读新南医，嘛申请来台湾，所以伫1892年，吴威廉就带伊拄好带结婚的太太来到台湾，马街就伫淡水遐，伫码头共赢子。所以咱会当看到马街嘛是即个吴威廉的典范。吴威廉咱知马街1901年来过世，吴威廉就率接马街来主持即个北部的马街建立的遮个基础，有学校、有病院，有教会。吴威廉等于就是将马街工作拢接落来，来。诚做即个马街的即个接班者，安尼讲。伫吴威廉伊咧主持即个教士会的时阵，因嘛发现讲，需要来创设一个西式的教育高中的教育。一方面会当来教育遮个台湾人，一方面嘛会当诚做新学院的预备学校。预备学校就亲像中正预校是迄个。军校的预备学校共款，所以因着迄个时阵，即个杰瑞莲就是马街的后生，伊着学成归国，伊去美国学教育硕士，就转来台湾，就开始来筹备即个学校，就伫1914年来开办即马的即个淡江中学，当然迄个时阵。经过时代一寡变迁有分查甫，有分查某，后来才合并，不管怎样，就是即嘛阮的淡江中学，所以咱会当看到，若是咱互少年人，咱毋通想讲伊佫无啥捌代志，但是若是伫伊细汉的时阵，伫伊少年的时阵，咱着互伊一个典范，兼且即个典范着影响伊的一世人，甚至。嘛会当来影响亲像咱安尼台湾整个北部遮尔济的教会，遮尔济的人。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来到伫淡江中学来服务做校务。今年是第6年，咱若有去过学校咱会当知学校有真水的校园，伫遐佫较重要有上帝的祝福，有遮个老师学生会当。伫迄个内面，伫遐来学习、来工作。伫学校，嘛有礼拜堂，大个礼拜堂，咱嘛有去过这礼拜堂，这是因为咱是私立学校，佮咱教会学校，所以咱会当有即个礼拜堂。礼拜堂嘛是拢有老师、学生会当伫遐来集合。所以我是校务，会当伫遐。除了教课，嘛会当关心遮个老师、遮个学生咱的课程嘛有生命教育、品格教育，嘛会当通过遮个礼拜遮个活动将福音的种子来也互因。咱知影伫即马特别伫少子化的内底咱办教育绝对毋是为着要趁钱，是为着上帝国，咱咧投资遮个青少年，咱嘛是咧抢救遮个。青少年因的灵魂、因的性命，这是礼拜堂内底的情形。伫遮我嘛小可来报告学校的情形咱即马有小学、幼稚园、国中、高中，总共有2400外个，咱教职员有200外个，伫遮嘛，伫遮我主要毋是为着募款是为着要募人。为着要招生特别咱遮嘛有咱的校友还佫有咱的师细
咱特别，互咱知吼，咱即马因为12年国教，咱读高中是不用学费，政府有补助，政府有补助。特别，当然咱若是泸州，咱遮嘛有交通车、有校车有经过。若是咱的囡仔要来读，我嘛会当鼓励因来住校，因为咱学校有宿舍，有学寮。若是对父母来讲吼，你互囡仔去住校，你的亲子关系嘛会较好，因为平常时你拢会甲念，赶紧去困，再去爬袂起来，莫看手机，赶紧食，你若互伊住校，你会甲笑念，你会想念他，你就不会想要念他。伊若转来放假转来，拜五暗转来，拜六礼拜，你着好好甲笑，甲疼笑，伊着感觉厝内足好诶。等甲你佫想要甲念诶时阵，伊着佫转去学校。所以我拢会讲吼，互囡仔住校亲子关系会比较好。因为伫学校拢有人教伊嘛，有老师有舍监，读册时要困诶时，手机着甲收转来，所以伊嘛较袂受到手机诶影响，咱嘛会当斗相报一下，因为这是咱家己诶即个教会诶学校。最后一只咱嘛会当看到，青少年真重要，咱会当结合咱的家庭、咱的教会，佮咱的学校的开力，咱会当互遮个青少年会当伫一个有信仰的环境、属灵的环境，会当来顺势来大汉，伊就会当被建立无好势，会当来徛好在。最后，欢迎咱会当有机会来伫学校来行行来看看，嘛会当来看即个马街的墓。我拢会讲啦吼，这咱的祖坟啦，咱的祖坟，对无？咱的信仰的根源就是对遮来的，咱的祖坟。所以我伫学校我嘛是真注重即个墓园的整理啦吼。有时我会开玩笑啦吼，有学生的时我是校牧，牧师的牧，关心遮个学生遮个老师。若无学生的时我是牧员的牧，校牧。所以佫较重要是欢迎咱会当有机会来看咱的即个信仰的前辈，咱的宣教师马介博士，以及即个伊的家族，他拄仔甲牧师伫下骹咧看，咱教会有一个早期的信徒叫做郭清泰，伊是啥物人？伊是马介的亲家，嘛是马介的学生，伊的后生就是马介的囝婿。伊的墓嘛遐，所以其实伫即个墓嘛有真侪故事会当来介绍，有机会的话，当互咱知。其实我拄仔坐伫下骹，我拄仔发现一项代志，咱的即个圣餐道咱知影即个圣餐道顶面有一个字，有看出来无？高，嘿，对。即个圣餐道我毋知即个典故为倒来但是咱学校的即个礼拜堂、大礼拜堂中央的迄个圣餐道，就是即个高。我毋知有啥物款的连结无毋知有啥物款连结无不管怎样希望咱教会甲学校嘛会当有真好的关系欢迎咱会当有机会，毋管是团契也好啦还是家庭拢会用哩，拢会。甚至嘛，欢迎咱教会会当来学校举行野外礼拜，阮拢会当来接待来按来免客气。也是讲你若是要去老街，要去老街，即嘛有一种叫做旅游团道啦，你着甲你的厝边甲你的要邀请的人讲，我带你来老街行行，咱即马要去淡水，真紧嘛讲我要带你来去老街行行，来去食鱼丸汤。来去食鸭架，你着带伊去马街上岸的所在，你着带伊去淡水教会去嘉义馆，你着介绍马街的故事，你搁带伊去看马街大的所在，搁带伊来学校看马街的墓园，伊就会真感动。
伊嘛会对伫咱的信仰有认同，你要带伊来教会嘛真容易。愿上帝也祝福咱，互即个咱的教会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嘛互咱伫即个建立纪念150周年的时阵，会当阁有新的发展。愿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同齐来祈祷。主管感谢你的稳定听从，伫150年前，你通过宣教书来建立罗州教会，也互罗州教会会当一遮来徛在，也会当诚侪罗州、五股、三连埔即个所在的人会希望因会光。主管感谢你，也求你来赏赐福气伫罗州教会，搁伫阮每一个信徒的顶面，加添你的气力、勇气伫阮的心上，会当来去勇敢做见证、传福音。互阮特别伫150周年纪念的时阵，毋是干那一个庆典尔定，搁会当诚做一个传福音来收割一个好的机会。原来你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小牧师美好的信息的分享。即条咱来吟回应诗信息第492首，请兄弟起立吟全首。请坐，咱同心来奉献，请师妹同工来请献。
请坐。即条咱来坐念今仔日的经句，咱做伙念一遍。请教育囡仔要用合理的法，就医到老也袂歪错。箴言22章第6节。现在我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今日敢有新来的朋友？无吼？小会公告，本会设到150周年庆典活动的路口精选，已经伫2月初5新礼典主日中由会员来票选，结果公告伫教会公布栏。感谢常务组设计作品的会友、甲评选委员、工作小组的成员，以及为即件事工带到的所有兄弟姊妹。本会消息：第一，今仔是东江中学的募款主日，校务系的主任熊长旺牧师代表学校进来本会进度甲请安报告。请咱大家兄弟为着礼拜堂的整修维护甲校园的福音事工来关心、支持甲奉献。这是我代表教会来向熊牧师来致谢。第二，2月19日的主日，咱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主日礼拜以后了后，咱要召开2023年的年度会员好会，敬请大家兄弟踊跃来出席。第三，2月19日下晡3点，蔡嘉兰甲张美玲夫妇因的新居落成，要举行家庭的感恩礼拜。伊地址是伫罗州公民路106巷32号2楼。咱若要去的兄弟，咱伊的城区的大门是爱对公民路88巷2号好才来入去吼。要参加的兄弟，请咱注意一下。第四，2月25日，拜六暗时7点40到9点20，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内容是敬拜、祷告专题报告。那我邀请2位的讲员。第一位是林义娟牧师，伊的题目是敬拜学路主领者的任务甲使命。第二位是洪慧文老师，伊的题目是建立同工之间的默契。敬请敬拜赞美团队的成员，那一定要来参加。像是主领、配唱，还有乐手、音控等等。有兴趣的兄弟嘛，欢迎兄弟入席来参加。第5，原定咱是4月初2的圣礼典，咱要提前到3月初5的合堂礼拜。那结束了后，咱要来翕咱教会专体大合照吼。所以请兄弟一定爱踊跃来参加吼。这是为着咱教会150周年事工要来使用的，也请各兄弟甲各团体注意甲新歌队来配合。咱嘛采甲这个消息，甲久要来聚会吼，也是。这个消息咱来甲伊讲吼，互伊做伙来翕这个大合照。第六，顶礼拜1甲拜2月初6、初7两天，教会有举办寒假儿少音乐营，学员有9名，老师3名，志工3名。活动的过程非常的顺利，感谢所有的参与者愿主来祝福。第7，奉献证明吼，咱若要索取2020年奉献证明。请咱来填写即个申请单。顶头注明咱的身份证的号码吼。为着要维护咱的各自的安全，所以咱若填写了，咱就直接交予咱的干事。对今仔日到2月26日。第8，每礼拜3暗时的查经祈祷会，邀请兄弟踊跃来参加。再来是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伫今仔日礼拜，第一礼拜结束了后。
要伫1楼来举行2月份的例会，请客友踊跃参加。基体相通的部分，请咱兄姐伫咱人手祈祷的时，为因来提名代祷，嘛为着咱教会设教150周年各项的事工来代祷，以及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强震，咱嘛为因来祈祷。告解消息，3月初5的3月初5主日下晡的3点，5个教会要举行设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若要参加的兄姐，请伫咱1楼公布栏来登记。无事要补充。再一次欢迎林牧师来到咱会中来请安以及分享信息，咱搁再一次甲伊欢迎。咱会记得3月5号礼拜三，咱要伫遮会搬椅仔起来，是大总动员，要伫遮来翕一张总相。即张总相真做咱以后若要使用要使用相片，有可能咱要做海报，也是咱要做广告。咱伫后壁即片墙，咱要做一个足大的广告，就咱亲像迄个广告，安尼公车来，就看会到。所以，咱拢会当留步来参加，翕相，圣歌队穿制服，以及主日学，拢爱带起来，各团契，拢爱翕相了后，3月5号，咱会举行圣礼典，然后联合礼拜，礼拜线，咱就要伫即个所在，来翕总相，请总务组的兄弟姊妹，做伙斗相共，圣餐桌花拢爱刷走。这拢爱刷，然后搬椅仔起来，安尼搬了就爱入座，做伙翕相，青年、青少年，特别是抢救年轻人少年嘛爱起来咱教会甲欠缺一点是咱目前真正爱挹注啦爱鼓励努力咱的后一代即届的标题牧师嘛想要讲传承马街主导未来。主导未来，所以咱传承对马街传承落来，但是咱若无甲即个精神教育下一代，会着伫咱即代断去。求上帝帮助咱的兄弟姊妹，帮助咱的后一代。透过今日牧师的分享，咱知影讲这亲子的关系嘛非常的重要。咱知影讲咱真侪囝伊逝世，安尼，牧师就莫去讲伤白啦你知就好，我嘛知，咱做伙努力感谢主。2月19号好会嘛会记得参加，了后咱会颁发，好会中间咱会颁发。今仔日点礼拜咱选出来 logo 会前3名，所有拢得奖啦来前3名，咱有奖金会伫会中来颁发以上。接着咱来吟上吟，诗诗第386首，请兄姐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熊牧师来。想事5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逐项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得到满满的5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透、圣神的感动、扶持看顾，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的。